好美的艺术品，好美的艺术品。这棵树下，乘凉聊天，听长辈说故事。这是什么树啊？龙眼树还是荔枝啊？一般都是龙眼吧，还是荔枝呢？正前方看到叫东南公蟹，那是祖灵崇拜哦，不是拜壶，是拜壶里面的水，不附着在水里面的祖灵啊，主要供奉阿利姆，那旁边还有供奉巡查神。巡查神透过那个竹子做的竹头，有弯弯的，象征权杖哦，那叫跳桥，那是沟通管道。你看，还有那个猪头壳，猪头壳是在那个制服的上方，礼拜主灵的那一间，制服的正上方，外面有露天铁笼，然后围起来，中间还有放制服，还有放牧草啊，那个是代表他们的兵马营呢，卫哨站呢，巡查神呢用到那个竹子的竹头了，还有一段长长的呢象曲，龙头拐杖那个，那名称叫跳桥。那是什么管道啊？那是巡查神领兵进出之管道了。巡查神领兵进出之管道。东边那条南北方向的路是从北边东山到南边六甲的路，旁边还有经过龟冲溪大桥、忠义